多年嚟，我演過唔少嘅角色，醫生係我最喜愛嘅角色之一。醫生嘅妙手拯救咗好多病人嘅生命，醫生嘅仁心安撫咗無數嘅病者脆弱嘅心靈。為咗回饋呢一份專業精神，一個嶄新醫護專業中心 Maxim 創富專業中心匯集多種醫療配套服務，最適合處處為病人着想嘅你。1月21號公開發售，展銷會見專業創富，還看今朝。多年嚟，我演過唔少嘅角色，醫生係我最喜愛嘅角色之一，因為醫生嘅妙手拯救咗好多病人嘅生命，醫生嘅仁心安撫咗無數嘅病者脆弱嘅心靈。為咗回饋呢一份專業精神，一個嶄新醫護專業中心就此誕生。Maxim 創富專業中心繼 Maxim 第1、2期搶購熱潮之後，最新推出嘅發展計劃，喺正 Midland 夾 McNichol 嘅超級旺地，匯集多種醫療一站式配套服務，咁你嘅病人就好方便。Maxim 創富專業中心最適合仁心仁術嘅你，限量單位1月21號公開發售，展銷會見專業創富，還看今朝。